你會唔會認為就業融合社會企業 WISE 只會直接聘請殘疾人士喺佢間社企度工作呢？事實係咪真係咁呢？不如我哋一齊睇下下面個故仔啦。Bright Future 係阿玲開嘅一間就業融合社會企業，為唔同公司提供數碼營銷服務。呢間社企會聘請殘疾人士，要裝備殘疾員工，自然要提供數碼營銷技能同通用技能，例如溝通技巧等培訓，等員工可以邊做邊學，提升就業準備度。但係阿玲好快就發覺，殘疾人士嘅就業缺口遠遠大過一間提供數碼營銷服務嘅社企可以處理嘅範圍。殘疾人士嘅失業率高，面對職業培訓不足、工作環境缺少無障礙設施等困境。如果我哋可以團結社會力量，提供相關支援，就有望減少殘疾人士嘅就業缺口。於是佢擴展咗業務，推出咗 Work Ready Program， 一個專門為殘疾人士而設嘅求職培訓計劃，幫佢哋提升個人能力，滿足工作環境嘅用人需求。冇幾耐，佢又推出咗 Employer Plus， 支持主流企業成為共融僱主，為佢哋嘅員工提供共融溝通技巧，同埋點樣同殘疾人士建立關係嘅培訓，仲會做埋辦公室無障礙需求嘅評估，申請相關資助用喺改善辦公室嘅無障礙設施。表現出色嘅員工有機會被推薦俾一啲公開就業市場嘅共融僱主。同一時間，佢哋仲經營緊殘疾人士照顧者嘅支援小組，定期舉行心理支援工作坊同資源分享會，幫啲照顧者減輕照顧壓力。最近，佢哋仲積極搞啲公眾教育活動，去提升人哋對多元、平等與共融 DEI 嘅認識。當被問到點解要提供咁多直接聘請殘疾人士以外嘅服務，阿玲解釋話：直接請殘疾人士做嘢，只係支援方式嘅一部分。真正嘅 DEI 需要一個完整嘅支持生態系統。我哋需要同唔同嘅專業人士合作，有時要同培訓師合作，有時又要同多元共融顧問合作，甚至有時要同政策倡議者合作。由於單一機構嘅資源有限，我哋需要同殘疾就業生態圈入面嘅其他機構合作，提供更完整嘅殘疾就業支援，先至可以提升殘疾人士嘅就業率。Bright Future 由過去以直接聘請殘疾人士為使命嘅社企，轉型為依家以提供全面殘疾就業支援、降低殘疾人士失業率為使命嘅社企。而家 Bright Future 已經直接請咗100名殘疾人士，仲透過佢哋嘅全面支援服務，幫咗另外20個人入到主流公司。Bright Future 嘅故事，我哋暫時睇到呢度。唔少人覺得就業融合社會企業淨係會直接請殘疾人士嚟促進殘疾就業，但事實係就業融合社會企業喺唔同嘅就業階段都可以提供支援，幫到殘疾人士就業。例如話，提供同工作相關嘅技能培訓，提升殘疾人士嘅就業準備度，擴展到對殘疾人士嘅全面支援，無論係唔係在職，都會提供相關嘅職涯規劃支援。同時，支援共融僱主，提升佢哋營造共融工作間嘅能力，提供工作轉介服務，為優秀殘疾員工提供職業上嘅晉升階梯，支援殘疾人士嘅照顧者，減輕佢哋照顧殘疾家人嘅日常生活同返工放工嘅壓力，教育公眾，增強大家對多元、平等同共融嘅認識。唔同嘅社企可以關注同推動殘疾就業嘅唔同面向，呢啲支援都有助營造更加友善嘅社會環境，為殘疾人士創造可持續嘅就業機會。請大家思考下，點樣拓展直接僱用以外嘅領域，為殘疾就業創造更大嘅影響力呢？係咪所有就業融合社會企業都應該喺各個就業階段提供支援呢？點解呢？就業融合社會企業應該發展邊啲額外嘅角色同職責，先至可以喺香港創造一個更加共融嘅工作環境呢？唔同嘅就業融合社會企業可以點樣攜手合作，
打造一個共融嘅職場環境，同時建構一個擁抱 DEI 嘅社會呢？請喺評論區同我哋一齊分享你嘅睇法同經歷，一齊探討，一齊支持彼此。